续进段消息，来看行政院针对着国会职权修法提出着复议案，经过总统核考了后，将移送到立法院来复议。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呛声，讲复议案若无通过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是不是要辞职落台？杜英泰回呛，依照着这个宪法，并无辞职的选项。他提不行案。 解散国会，他全面改选，问题那个是法盲文盲了。郭建明呛声，若是拿白甲讲起院长无信任案，立赢就会顺势来倒过。为着国会职权修法，行政院确定复议案，政府嘛随着要点倒。尤其前一天鲍坤基才点名，若是杜英泰复议无成功，就要负起政治责任。行政院长没有辞职的选项，不过我倒是要提醒傅昆萁委员，您有第3款的选项。 你要不要放弃？卓荣泰变成柯建铭总召的行政局长，他是听命于柯建铭，就为了斗而斗。言下之意是一定要做，复议案嘛会伫送去立院15天以内做出决议。若是全体超过半数的立委，也就是57席表决维持原案。若韩国瑜伫咧调集协商了后，上紧伫咧18号的定数委员会当中正式立案。看来关键阁是民众党的8席，民进党化月起义转来了，不过民众党敢若无啥领情。当上行政院院长之前的卓荣泰公然说谎。 当上行政院院长以后的卓荣泰，竟然用行政院院会公然散播假讯息啊！黄国昌委员几次对我有非常不正确的讲法，他说我说谎，说我很多其他的事情。我觉得我跟黄国昌委员谁的公信度比较强？ 就让社会来公断吧。国会这款修法对复议案的时程看起来是继续来拍延长赛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